大家好，今日咧為大家介紹呢兩個延長棍，佢係俾蒸汽機用嘅。咁點樣用法咧？嗱，套落蒸汽機嘅口度，槍嘴嗰度，係啦。咁你可以用根據你嘅需要啦，一段又得，兩段又得，係啦，咁樣套落去。咁套任何頭都得嘅。譬如呢個雙發啦，咁你就可以愛嚟清洗啲玻璃窗啊、鏡啊。咁呢個咧就係一個大插頭啦，係啦，可以愛嚟清洗洗手間嗰啲屏幕啊，或者牆壁、磚牆。呢個咧細插頭，可以愛嚟洗下洗手間嗰啲頂嗰啲罅位啊、牆角啊咁樣。咁呢一個尖嘴插頭又係啦，又係可以愛嚟洗下洗手間或者廚房嗰啲牆角啊、高位。咁咧呢個延長棍咧，設計師設計咗佢啦，套任何頭都得嘅。咁用嘅時候就咁用啦，你收納嘅時候就點咧？撳翻呢個灰色嘅扣仔，係啦，咁咧就可以收納啦。咁黑位你就可以擺喺部機度，或者自己擺喺個收納櫃個架嗰度都得。